講起黑客，你係咪即刻諗起着住連帽衛衣喺黑房打字嘅神秘人？但係現實可能同你諗嘅完全唔同。黑客英文叫 hacker，其實唔全係壞人。喺網絡安全嘅世界入面，黑客主要分為3種唔同顏色嘅帽。第一種叫白帽黑客，英文係 white hat hacker。佢哋係網絡世界嘅好人，佢哋專門幫公司揾出系統嘅漏洞，協助修補問題，防止俾人攻擊。第二種叫黑帽黑客，即係 black hat hacker，呢啲就係真正嘅網絡罪犯，佢哋會惡意入侵系統，偷取重要數據，甚至勒索錢財，做犯法嘅事。第三種係灰帽黑客 grey hat hacker。佢哋介乎喺好同壞之間，佢哋會未經批准去測試系統安全，但係通常唔會惡意破壞，有時仲會提醒返間公司。其實好多大型科技公司都會特登請白帽黑客做滲透測試。滲透測試即係 penetration testing， 目的係主動出擊，自己先揾出弱點嚟加固。所以下次聽到黑客唔好急住驚，先分清楚佢戴嘅係咩顏色嘅帽啦。